乡真搞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7日公司大期待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美国甲中国继续伫南海甲西太平洋对峙。昨早起，有中国的军机出现伫咧咱的西南防空识别区，互咱的军机赶走。过无偌久，美国的侦察机甲反舰机嘛通过巴士海峡。 美军军机伫台湾西南空域交手，根据军事备记录，七日早起8点外，中国军机伫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出现，空军马上公布各赶走。中华民国空军总部为台湾西南空域收入3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逆侵我空域，影响我飞航安全，立即回转脱离。 七日早起9点外，军事媒体记录到美国 RC-135侦察机通过巴士海峡，10点外，阁有 P-34反潜机经过，佮加上前一暗以巴西联合轻作战机飞机进入巴士海峡，伫西南空域坐4年了后，登去加强了基地。根据军事媒体统计，7月份到了24甲32天以外，逐天拢美国军机通过巴士海峡，总共有152架次。台湾空军至少12摆公布驱离西南空域的中国军机。 根据路透社独家报道指出，美国政府正打算卖至少4架海上卫士无人机予台湾，佮加上训练甲支援费用，总共有6亿美金，差不多新台币176.3亿。海上卫士无人机是由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制作，是空中卫士的建议版本，配附海上搜索雷达甲自动辨识系统，航程是11100公里，比台湾的较好。过去只有英国、意大利、澳洲、日本甲南韩等美国亲密朋友用伫温存买这种国产的无人机，所以这摆军售也牵动中国的敏感神经。记者综合报道。昨咱国内新增加一个对南非来的境外案例，因为最近境外移入的案例真多，有学者就呼吁讲，入境咱台湾的人拢爱总体检。 不过专家开会了后，认为安尼做成本伤悬，而且若是验出来假阴性，颠倒放零，安尼会真做防疫空芳。所以，咱政府已经决定要维持目前的防疫措施，认为也是检疫14天较妥当。 国内武汉肺炎阁新增加一个境外移入的确定病例，这个个案是60多岁男性，长期伫咧南非做工课，甲顶一日公布的第460例、461例，做伙对南非坐车去机场，7月25到台湾，而且个案入境的时阵无症状，居家隔离期间出现落屎、筋肉酸痛、规身躯压线等等的症状，落要去病医采检才确诊。 医院隔离当中，不过他因为直接住在防疫旅馆，所以没有其他的一个接触者。 因为最近境外移入的个案增加，佮加上有比利时的工程师等等感染源不明的个案来发生，有真侪专家呼吁入境的时阵准备普遍体检。毋过现政已确定入境的时无实施普遍体检，因为专家会议讨论发现，若是以台湾逐工千字的入境旅客来算，逐工采检的费用上无爱400万至500万，若成本真悬，嘛有可能闹到感染者变做防疫空芳。 潜伏期比较长的人没有被你抓住啊，你用缩短居家检疫的时间，其实是会造成防疫的破口，这个我是200%的反对的。啊，若是居家检疫14天了后，敢有需要去体检？专家会议嘛认为讲无必要。发病的时间已经超过10天了嘛，好，距离你感染到这个病毒已经10天，他那个你在14天的时候再给他验到病毒的话，验到病毒核酸的话，大概是死的病毒，它也没有传染性。 啊，若是顶一日确诊的比利时工程师，指挥中心已经接获462个接触者，其中461个人核酸检测是阴性，427个人的血清抗体是阴性，其他也搁伫咧检验当中。另外，登去日本确诊的日本籍工程师接触者85个人，已经采检77个人，其中71个人核酸检测阴性，其他也搁伫咧检验。另外一个伫台湾去香港去互确诊的个案，指挥中心表示，这个个案是50多岁台湾籍的女性，伫咧台湾期间，大部分拢伫咧北部地区来活动，接触者也搁伫咧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 各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苹果日报》。根据《苹果日报》的调查，过去一档全台有7084间企业违反劳基法，其中上界严重的是南山人寿罚款138摆，而且连续3档因拢是第1名。那第2名是代替，也有大卖场的家乐福、家乐福嘛，因为无互劳工交加加班费，加班无经过工会同意，互处罚。来关心《自由时报》。 南韩正常发生伫通讯软体 Telegram 有性剥削案件，咱台湾嘛开始做检讨，发现手机啊、网络愈来愈普遍了后，
触犯刑法，散布不属规的影片、相片，因为安尼犯罪案例，平均拢敢若判3个半月的有期徒刑，实在伤轻啊！所以按算要修法加重刑度。来关心《中国时报》，有27个台湾人伫中国的厦门做社区主任助理，互内政部认定违反两岸关系条例。一个人拢罚10万块，也毋过这27个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认为内政部控制人民的工作权甲思想自由，来预防无确定的威胁，无下比例原则，为冒违反宪法的记录，所以撤销处罚。也毋过专案也会当上诉。教育部宣布讲，要开放应届的毕业生，才外国学生会当继续回来台湾继续读册。也毋过政策向起变化，其中中国学生本地会使来，却向改讲因袂使来。临时临邀这届嘛有大学的校长替这中国学生抱不平。中国学生回来台湾的政策一天翻2届，关键就伫咧陆委会认为中国设政治障碍，譬如讲调高学生申请来台湾的签证，要求学校的证件袂当有国立的字。到当敢若有10外个毕业的中国学生入境，针对这个代志，境外生权益小组认为陆委会判断无确定的依据。一些陆生比较多的学校，他们都把陆生返台的时间安排在8月中下旬。那所以陆生到现在返台人数少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陆生已经在台湾就是开放到现在差不多有9年了，读国立大学很多，回去的同学也是很多，他们回去都是可以拿到认证的。陆委会请教育部谨慎评估，教育部以尊重陆委会的权责转来暂停，但是教育部下部会边境风险监管的原则，评估检疫量能，而且报请指挥中心同意甲提出配套，佮发公文。敢讲伫咧要做进程，陆委会拢唔知影。在我们的原则之下，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在情势观察上面的一些提醒跟这部分呢，我想这个部分确实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来做这方面的会商哈。判文中无正面回应，但都是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早起是讲，中国学生入境的开放时间点，拢爱提报国境管理会议来处理。是教育部无提报，就对外宣布要放令。大科大校长廖庆阳是坦白讲，一直希望教育莫受政治干涉，毋过规件代志拢是陆委会讲的准算。如果说两岸考虑到一些正式的关系的话，那个去新定新的办法，定好办法之后，让学生自己去按照那个办法去遵循。廖庆阳认为讲，原本的中国学生是进前双方同意来台湾读册，上无嘛爱予因甲学业完成。境外权益小组是讲，中国对中国学生有阻碍，陆委会毋是搁互中国学生加一个阻碍，就会当解决。佮坦白讲，是因为考虑到政治，安尼只是互两岸关系下茶添火岛。记者综合报道。再会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高温烧热。咱来看上新的有温度。今日过到了后，伫中南部、大台北，也有东半部的山区会落西北雨。那中昼左右，各地高温拢真悬，热翕翕。台北、新北拢是黄色的高温灯号，温度会升到36度以上。伫宜兰偏乌的紫外线指数会达到危险的11级，乡亲拢爱细致。屏东的三地门海神宫昨昏发生渡水的意外，造成2个人死亡。这2个人身上拢有穿撩客装备，可能是去撩客，因为山区在落雨，溪水岔流，才会发生意外。岔流的溪流就边将放伫炭架顶悬，被消防人员救上岸。不过不幸的是，伊甲另外一个朋友被发现时阵已经明显死亡。那个客人一进去就看到2个人趴在那边，2个不知道是什么趴在那边啦，不知道什么原因，应该就是人了啦，就是下刀给拼出来啊，很惊啊。疑似这个气水不慎哦，可能溺毙啊。早早起11点，屏东县消防局三地门分队接到民众报案，指出海神宫有2个民众渡水，遂出动各种的救灾车辆前往救援。现场发现1男1女已经明显死亡。警方初步调查，2个人是朋友的关系，拢住伫台南。分别是67岁姓陈的查某人，甲60岁姓林的查某人，因为2个人拢有穿几套的撩客装备，却也是发生意外。初步研判，可能是连至山区落雨，溪水较岔流有关系。海神宫的水位高低落差极大，而且岩石多青苔湿滑，大雨过后容易造成溪水暴涨。这边常常发生事情，你们还会喜欢来吗？不会啊，不会怕？不会。海神宫因为青山为调，
溪水真清，成为当地省水的好所在。要毋过当地却有几下大细深潭，暗藏危机。根据消防局统计，包括这件意外在内，今年海神宫都有3件渡水意外，造成3个人死亡。乡公所表示，因为这个所在公私有土地拢有，管理困难，也只会当采购失败，爱民众家己注意省水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朝鲜半岛对7月底开始就一直在落大水雨，两韩的边界庄仔头拢淹了了。南韩讲北韩无大声讲着下水，互灾情搁较害。南北韩因为大水雨伤亡拢真惨重，南韩这边目前已经传出有16个人死亡，11个人失踪。遐脚踏车的人被大水挡掉了，只好回头找其他方法。为空中翕的画面更加清楚，南韩汉江的大水已经淹到公路，和平公园也拢是水。环境部汉江大水控制站伫找到对汉江大桥流域发布9年来第1个大水预警。汉江大桥水位超过8.3公尺，接近大水预警当中级别8.5公尺。当局警告首尔、闹区、马坡、永定坡、江南、松坡这所在可能会被大水淹着。南韩为顶礼拜6就开始一直落大雨，传出真侪死伤，可能出现更较侪大水压土石灾情。首尔京畿道、中清南北道有39条公路管制，而且有中北、泰北甲岭东关也拢停驶，撤离上千居民。江原道的春川市阁发生搜救船并船意外。As the overturned boat floats down towards the dam, people are screaming that there are people on board. In Gangwon-do Province, 3 boats capsized Thursday morning, leaving at least 1 person dead and 5 missing. 当时警方伫水坝进行加固作业，船只煞被缆线颠掉咧。政府甲民间机构派出2只超灵船救援，最后3只拢并船。北韩也共款大雨成灾，900人死亡。 최근에 우리나라는 이 장마전선의 영향으로 이 8월 1일부터 전국의 여러 지역들에서 매일다시피 이제 비가 내리고 있습니다. 그래서 이 특히 이제 황해 남북도와 이 개성시, 강원도를 비롯한 이 여러 지역들에서는 이 폭우와 100mm 이상의 많은 비가 거의 매일이다시피 내리고 있습니다. 两韩军事分界线周边城镇淹大水，南韩认定江水位大家历史新高，可能不只是甲雨势关系，是北韩黄江大坝放大水。南韩统一部证实，7月底到即马黄江大坝至少放300水，而且佫无遵守2009年的协议，事先通知南韩。南韩总统文在寅伫7日夜到这时早，官员指出已经做好黄江大坝向放弃应急准备。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在滚加，伫全世界即马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900多万例，死亡人数超过70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加1例，目前咱台湾是477例，中国病例有84000多例，香港有3800多例。 日本超过44000多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界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500万例啊，巴西超过291万例，伫印度有196万例，俄罗斯有87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已经超过35万例，英国超过30万例，伫意大利有24万例。 防疫期间，除了爱细致假消息，嘛爱有法度去判断敢是错误的知识。日本官员即马就讲去买鹿喙的药水来鹿喙，就袂去话着，民众全小济去买，结果专家出面讲这是无影的代志，证明是无效的。另外，美国总统 Trump 嘛讲过几若摆，硬讲囡仔人袂去话着，嘛引起批评。 台湾副地书吉村洋文的桌顶放着真侪有优点的鹿喙药水，讲台版的医疗团队进行实验，发现这款药水会当有效减少病毒的生存，对于预防新冠病毒可能有效，引发着手尾流水的热潮。その結果ですね、このポビドン用土を含むうがいによって、宿泊療養者のウイルスについての頻度は低下するということが判明をいたしました。こういったうがい薬をこの8月20日まで集中的にぜひうがいを励行し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这是伊的话，互专家说明，表示目前也无试验会当证明鹿喙药水会当预防病毒。安尼做，这互检验结果出现错误了后，台版地书嘛，搁一摆召开记者会出面澄清，毋望大家莫误解。
除了日本，美国总统川普的竞选团队嘛伫面册甲推特面顶打影片，显示川普讲儿童较未畏着新冠病毒。这款无正确的话，嘛互推特暂停效果，要求删除才会当使用。你面册是用无正确的消息做理由，直接甲影片删除。第一个消息出现的时阵，各国疫情嘛咧加重。日本后礼拜要放备忘的假期，延过初五迄一天，国内有5名患者死亡，确诊人数超过1300人。伫累计患者第二个国家巴西疫情嘛，伫原住民族群内底拖，上有影响力的原住民领袖之一的阿里塔纳，伊伫确诊时阵因为无爱住院治疗，一直到顶个月18病情加重才住院。这个月初5因为病情相当过身，享受71岁。包括伊甲另外一名真正过身的原住民领袖派亚康，目前已经有600多名原住民因为疫情死亡。另外，已经有52万人确诊的南非，因为疫情受过严重，患者人数占规个非洲确诊病人的一半以上。伫第一线治疗病人的医护人员，嘛有超过24000人感染，其中已经有181个人过身。记者连市东整理报道。来关心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发生大爆炸，这个国家什么物件拢爱靠进口，这摆大爆炸，甲港口的粮食仓库嘛，规个拢炸害去，春粮即马无到1月日。疫情要本地着咧真严重啊，佮拄着这款代志，真正是无比严峻过，灾民又佮加30万呢。贝鲁特市区就像战场，民间厝绑起路长长，汽车互阿摩托加讲甲变形。救护车的声音一直响，数百名少年人主动出发，比起清远提工区，一整一下协助清理街路，有人送来临时救援物资，有人登记安置受灾户，现场会当讲无看到政府的公务员来处理善后，民众早已经习惯这款的适龄的政府，家己的同胞只会当家己来照顾。بلا بس ما عندك دولة تاخذ هيك إجراءات sometimes you have to take measures into your own hands. 爆炸造成30万人无家可归，全国各地的城镇拢提出协助收容的帮助。马良天主教派宣布为灾民开放修道院甲学校，真侪厂商像社群网站提供免费修理大门、擦壁，也是换玻璃窗。一天接到几千通的电话，其中同款看不到政府的作为。贝鲁特市长伊塔尼初5巡视港区附近受灾状况，表示整个城市中间可能需要用1、2年的时间。黎巴嫩陷入经济危机几啊年，去年10月反政府抗争起来，被达破败城，造成通膨，当地所有的物资会当讲是外口进口，即马主要港口被炸害无法度运作，港区的主要粮仓也全部毁掉。经济部长奈姆讲，随着国内的谷类储备已经无到1个月，也毋过也有充足的面粉会当支援。当协调货轮转往第2大港迪里波里港甲其他小港，也毋过即寡港区的仓储可能无够使用，进口商会烦恼，供应链问题将会真紧的浮现。原本就已经真欠的医疗设备甲药物也会更加无够。记者综合报道。这阵啊，警察暴力伫真侪国家拢有引起讨论，上界食来的就是香港。其实伫南韩过去嘛有对嫌犯拢是真粗残，也毋过民主化了后，南韩的警察嘛想要洗掉这个歹名声。警察厅毋若推出改革的计划，即马南韩嘛想要把这个改革经验，亲像南韩的流行文化共款，传送去世界的其他国家。你听过 K-pop 敢听过 K-pop？ The K-pop Wave program is a way for South Korea's police agency to share our experience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help them improve their police forces and improve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nations to fight international crime. 警察也爱加做韩流，这毋是凊彩讲讲的。自2015年开始，南韩警察厅发起 K-pop 计划，甲18在国家地区合作举办警政讨论，派人到海外培训，将智能警务、对抗网络犯罪、甲如何利用科技协助执法者经验分享给其他国家，强烈营造正面形象企图心，其实是来自过去南韩警察被看作是政府打手的黑历史。The police
had an awful reputation. 短期观察到，和社会不能指出，过去数十年来，韩警察对示威者的手段一向真粗暴，一直到1987年大学生朴将天被警察课文致死，引起大规模抗争。河南反独裁统治走向民主化了后，警察才注意到，赢得人民信任比抵押更加重要。There's a gradual sort of scaling back. I think the police years ago realized that the students were violent because of their own police tactic. 这种转变威胁的政策已看出，包括加州女警警用催泪弹。2年前，反正总统朴槿惠的示威，虽然集会人真多，现场有数千名防暴警察带兵，不过双方无发生激烈冲突。一名捌参加示威的民众就讲，伊伫这场集会当中无感受到警察的威胁。Protests in South Korea have become peaceful. There's a mutual respect between the demonstrators and police now. 今年6月，警察厅阁推动人权准则纠正过去的错误。那韩即摆也想要将如何甲示威者和平共处的方式输出到其他国家，希望这段政治打手转换为保护人民的解决经验，应正做人类的寒流。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回来看世界。美国的国务院宣布解除全球旅游第4级的警示，会使来台湾、格陵兰等20个感染率较低、较安全的国家。不过嘛，建议讲，若无必要，较莫出国。黎巴嫩的贝鲁特大爆炸，黎巴嫩的政府已经成立调查委员会，讲伫4天内就要列出爱负责的人。美国即马嘛咧斗找看敢是恐怖攻击。网络社交平台 Twitter 宣布讲要加强限制政治宣传，甲中国官方媒体的口罩加新的标签，互人知影讲这是政府的宣传，唔通公公啊，就是讲这是普通的资讯。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尔初九要来台湾访问，这个行动互中国是气噗噗，要求美国要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也毋过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就表示讲，因为着美国官员来台湾，而且是中国主动咱台湾去参加 WHO， 所以美国只好来台湾，甲台湾做防疫交流。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会伫初九来访问台湾，这嘛是台美断交了后来的上关键级的个员。不过，中国外交部甲各台办拢针对这点表达坚持反对，而且爱美国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阿扎尔访问台湾，甲过去政府的政策一致，就是要就疫情做交流。So I won't say anything about the decision other than the cabinet members have traveled to Taiwan previously.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policies of previous times. He's going there with a deep and important purpose. We're still in a global pandemic. He's going to go there and talk about Taiwan has had some significant success in how they've handled this. 蓬佩奥强调讲，阿扎尔会甲台湾就疫苗研发等等来交换意见，嘛会讨论公卫议题，而且批评中国主动台湾参加 WHO。外交部对阿扎尔来台湾是表示欢迎，嘛反击中国反对的言论，讲中国已经加做全球麻烦的制造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批评其他国家之前，我们建议他先看看他们自己里面内部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看到当今的一个中国政府是成了一个全球的一个麻烦的制造者。阿扎尔来台湾 ，AIT 主席目前会陪同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医疗官等等一家人，拢是参访的成员。阿扎尔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阵，学到台湾防疫表现了真优秀，是国际社会合作的模范。I'm looking forward to going over and being with my colleagues there, the Minister Chen,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and others to continue this health collaboration to benefit the people of Taiwan, people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行政院表示，阿扎尔初九来台湾，会觐见总统蔡英文，拜会外交部甲卫福部，而且会甲专家会谈交换意见，嘛会发表演说，而且有可能去台北宾馆悼念李前总统。记者综合报道。8月15，高雄市长就要补选，民进党的陈其迈连续2天访问到因老爸陈铁男贪污的案件。陈其迈讲，亲情无法度切割，不过伊会严格要求家己。不过民众党的吴益政是批评民进党，讲有权有势就有贪。若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嘛要求陈其迈要针对苏振清的案件讲互清楚。人的囝啦，吼，我是人的后生嘛，当然我的老爸甲囝的感情，你是没有办法去回应什么啦。这个就是我的承担嘛。
民进党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陈其迈每摆选举，父亲陈铁男捌贪污一事就会被提起。这2天接受专访，无回避问题，表示会用上严格标准检验家己。不过对邱国业曾认为贪腐是结果的问题。当然，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个体跟价值的，但是我们所观察到的整个结构的问题更严重。当你不作为的时候，握有权力的时候，你对这个社会的伤害、戕害那是更大的。毋但高业前有意见，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初来下昼陪林明珍扫街，也向陈其迈发回，爱做过前行政院会长的伊对近期的假期事件做交代。民进党是不是结构性的贪腐？毕竟你也刚从副院长下来，这些最近爆发的事件，有一些也在你副院长任内你清不清楚、了不了解，也应该给社会一个交代。面对对手阵营的批评，陈其迈也反批高业前过去上去造孽、造理会事件，也爱江启臣讲清楚，敢是知影单桥平顶人收钱的代志。江主席当时帮陈超明站台的时候说，陈超明是他的老大哥，那也很照顾他。那同样的逻辑，那我们是不是也问江主席，那陈超明委员、廖国栋委员是怎么照顾他？他是不是也是知情呢？三阵营你一句我一句无相让，离补选投票日剩无90天，选委会也提起民众应付防疫，投票迄天爱挂喙暗、量体温、甲手的消毒，排队时也爱保持社交距离，才会当安心投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武汉肺炎的疫情无法度收煞，民众就无法度出国，国内旅游大爆炸。不过也是真侪民众想要坐飞轮机，想要出国，所以即马有4间航空公司推出无共主题的假影出国的行程，真正是去机场，冒出关，冒坐飞轮机，冒飞出去，不过无飞出国。一早复航登机柜台有袂少人，不过拢无载行李。因毋是真正要出国，是要坐空中快闪航班。早起10点外为桃园机场起飞，飞去日本，过程无落地。伫下晡2点，转来到桃园机场，也有旅客砸手指，拍算要伫机上来求婚。原本疫情前要出国去玩，然后在国外求婚，有抢到这个票，所以就想说，借这个机会也可以伪出国，然后在高空上求婚。因为他有送机票，然后不限航点，而且是可以开放后1年内。1年。对，然后虎航有一些航点比较冷门，它本来的价钱就比较贵一点。因为为了那一张免费机票啊，对吧？然后也是因为年初从韩国回来，然后想再出国，对吧？就想要飞一下。假出国手法由复航抢先登场，帅气也有成宇航空、中营航空、中华航空4间国际航空推出无同款主题假出国行程，虽然毕竟体是原机欠款，不过一推出就抢了了。在未来，或许我们可以期待有更多不同特色、不同话题、不同议题的这个航空体验营。那我们会尽我们所能来发想，在不影响原有的出入境旅客的动线跟防疫的需求下，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有多一点的航班开放给民众做各种的微旅行的体验。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边境管制严格，桃园机场旅运量增加，除了满足民众想要出国的想法，为机场到航空公司也仰望照推出假出国行程，增加旅运量，刺激消费。度过疫情非常时期，记者综合报道。咱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宣布，讲赴8大场所爱强制挂喙罨，配合中央的政策。台北捷运新北市的淡水轻电铁路、桃园机场的捷运嘛宣布讲，民众若要坐车嘛爱挂喙罨，若无会罚钱。那台北市已经宣布，民众出入公共场所甲病院爱挂喙罨，而且爱留名留落来联络方式。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初5宣布，民众出入8大类的场所，都要会记得挂喙罨，包括台北捷运、新北淡海轻铁、甲桃园机场捷运。初6嘛宣布，即马开始，搁一届实施强制挂喙罨的规定，民众搭大众运输全程拢爱挂喙罨，款都无要配合的人会罚3000至15000块，而且记住加载。热多少是会，因为如果早上上班人潮是比较多，可是为了公共安全，我觉得还是必要的。台铁甲高铁是依次民众入站的时阵爱挂喙罨，伫咧车站或者是车厢内底，若是会当保持社交距离，就会当甲喙罨摕落来，或者是食物件。我们先1个礼拜的宣导期，随着疫情的变化，那我们准备好了，也有可能就把那个强制的时期会往前。
参加表扬模范劳工典礼。台北市长郭文哲，无论是致辞，或者是甲得奖的人翕相，嘴暗拢挂条条。台北市甲防疫措施优化案，初六开始，民众出入医疗院所、大众运输、甲台北市府机关等等的公共场所，拢爱挂嘴暗，而且落实徛名册。也若举办室内超过100个人，甲室外超过500个人的大型活动，拢爱申请，而且经过卫生局的审核通过。以上的措施有1礼拜的款到期。市府洽公的部分，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宣导1周后强制实施戴口罩。地方政府配合防疫措施，桃园市长郑文灿呼吁市民，就算无伫咧8大场所内底，人较济所在嘛是爱尽量挂嘴暗。也若家己馆长洪忠娘是去馆内的卖场甲图书馆视察，亲身劝导民众出入公共场所一定爱挂嘴暗。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艺人彭恰恰昨昏开记者会宣布伊家己破产啊！伊讲伊欠2亿4千万债务已经还袂一半，也毋过算落来，伊真正还袂出来呀。所以开记者会，希望互欠钱的人加互伊淡薄仔时间。也毋过律师讲，宣布破产只用嘴讲无准算，并无法律的效力。我宣布我已经破产，人格破产，信用破产。外面传得沸沸扬扬的这些债务的问题，我跟大家讲的是真的。64岁艺人彭恰恰在控孝顺的陪伴之下，初六开记者会，宣布家己人格破产、信用破产，负债2亿4千万。虽然未出还一半，不过还阁一外爱还。不过即马伊真是还袂出来，100%都是到了前一天跟你说我不投资。彭果今天愿意站出来，一切的坦诚的、坦然的面对，真的希望所有的老板们给彭果一个机会。提告做金钟奖，不过指控控诉人牵涉性爱攻击期权，彭恰恰演艺生涯起起伏伏，会欠这个钱是因为拍电影爱资金，加上疫情关系，真济表演因后无收支，资金等袂入来，佮找无投资人，只好高利借钱，才会愈加愈大。即卖已经无法度支持，希望这款人应互伊加一点仔时间。伊强调绝对袂倒走闪避，会尽全力还钱。彭恰恰口头宣布破产，律师表示并无法律效力，爱这款人甲这部人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再准叫好。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中市议员张彦东规口罩拢因为食汉药、食中药、重金属烟中毒。即马风声讲，别人嘛去共一间病医生馆摕药啊，嘛是食甲烟中毒。所以卫生局昨昏有去查2间诊所，嘛开罚单罚钱，而且2间拢爱停业。提醒当中医的药袋啊，国民党前台中市党部主任陈明真是真唔甘，佮较安怎嘛想袂到因看呢？因为抗癌接受化疗，最近身体是愈来愈无爽快，经过检验才知影是烟中毒。跟他反映说，吃中药粉以后胃会有点翻滚绞痛，然后很不舒服，然后我把药粉拿去检验，报告出来是超标，是95。陈明真提验会报告，会内底的烟100毫升就有95微克，是超过正常100毫升10微克的量。陈明真表示，因家后抗癌2年，为旧年初开始食性毒的汉药，经过检验是烟中毒。陈明真表示，迄当阵是互院长李世明看的，若感觉汉药有直接的关系，还阁爱查清楚。另外，嘛有类似情形的台中市议员张彦东嘛，阁一概出面表示已经提告。他到现在还在说谎嘛？花那么多钱，相信你给我吃纯的铅粉，你现在你不是蓄意杀人，你是什么东西？张彦东提出规家伙仔的检验报告，规家伙仔的货内底烟的量拢是超标。其中前议长张丰仁，伊的数据是100毫升，有到364微克。目前伊的状况，脑部受损是40%，已经表达甲行动能力拢受到损害，还阁爱做复健。咱台中市卫生局初六尾暗暝，阁一间去圣堂甲救护诊所搜查，经过病院通报，嘛发现有患者有烟中毒的状况。在调查过程中发现，9附中医诊所就诊民众同样验出体内重金属超标，情况与圣堂中医相似。为慎重起见，将相关事证提供台中地检署侦办。卫生局表示，是安自为8月初3开始受检，到今仔日为止，拢总有20个民众34件汉药的检体送验。若圣堂除了当罚50万，嘛下令停业2个月。另外，救护是罚30万，下令停业1个月，包括负责人甲事证，拢移送检调侦办。记者综合报道。
那宜兰大溪的老爷酒店是哪亲像发生食物中毒？有人甲这卫生局统计讲，已经有上百人食煞了后，佫吐佫流走北。因为酒店是用地下水，民众嘛质疑讲，敢是水出问题？不过业者强调讲，水有经过检验，并无问题。日本建筑风格宜兰大溪老爷酒店是不少民众出去佚佗的选择，结果却传出旅客疑似食物中毒的事件，而且到初六为止，已经有超过100人发生吐甲流等症状。有民众质疑，敢是业者使用地下水水质出问题？饮用水的标准是规范，每毫升不得超过100个聚落数。那我们的检验出来的结果也是小于1，所以它都是没有问题。将检验报告提出来，业者表示，酒店设有水质过滤系统，而且定期检测拢合格。目前业者已经暂停自助餐厅营运，同时也通知旅客状况，看餐饮方面被安怎协助，让他们可以选择说，他们是希望我们这边做一个退费的处理，还是说他还是希望留在饭店里面用餐。不过，伫事发了后，为酒店的外口看内底，也是会当看到未少旅客身影。觉得品质还不错，有先跟我们解释一下大概的状况。饭店应该都会很严谨去把关的。我们入住这么多次了，都很相信这个地方。已经采集了相关的人体的检体，还有餐厅的厨工的检体，还有整个环境的检体送验当中。然后目前也进行流行病学的调查。卫生局说明，已经采集相关检体送检，等报告出来了后，会去向外界说明。若发生问题的自助餐厅，要等问题厘清，并且经过卫生局查核，需要通过才会当过营业。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屏东，屏东九如的景家古厝是1910年时起的，已经超过100档的历史，而且这建筑物保存甲真完整，因已经传到第8代，影响屏东县政府甲古厝登录作历史建筑，未来打算伫遮甲变做教育场地。红砖仔起的古厝配青色的窗仔花，头前排计3间，后壁计7间。这是屏东唯一一栋7包3的传统建筑。详细看这个固定伫咧壁顶 S 型的铁啊，这号做铁架刀，保留荷兰式建筑风格，也是祖先留落来的智慧。S 型的那个避震系统，那个现在我们在台湾已经很少见，那个我们就俗称铁架刀。今日景家古厝一庄一遐拢有伊的故事，对1910年建设到大，即马景家已经传到第8代啊！伫咧因的努力之下，已经甲这间古厝申请做屏东县的历史建筑，未来打算要和文化处共同维护。我10年前退休以后，就是全力的来把这个地方能够把它发扬出去将来做一个户外教学中心。它虽然保持得非常完整，可是还是有一些需要去加强修缮的部分，会来协助他们去做整个修复再利用计划。这个超过100年历史的景家古厝，有文资成分了后，会当得到政府的补助整理处。景家希望未来把这个所在打造做教育场地，让人亲身到这眼界河洛人传统建筑的特色。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大学的电脑甲通讯学系老师甲学生，因组一个团队研发一套会当互准备要考驾照的菜鸟仔体验伫道路赛车 VAR 的模拟系统，模拟实际上伫路顶赛车会拄到的状况。这套系统嘛捌摕到教育部智慧下领域创作的第1名。踩下刹车，然后拍下它。甲 VR 目镜挂起哩，坐伫模拟驾驶位。体验者开始碰hand道路，袂输真正是伫路里赛车同款。它其实有模拟到它的撞击的感觉，对，很像真的开车一样，就是上人行道或是不小心撞到事物的时候的反应。这是屏东大学电脑与通讯学系的师生所研发的 VAR 驾训模拟系统。主要是要让学赛车的人会当用系统模拟赛车的情形。我们主要是参考路线，然后再加入一些建筑跟场景，然后还有一些人物车辆，让场景更加真实。所以使用我们这套系统，持续道路上驾驶会有非常相似的效果。假使违反交通规则，系统也会扣分。这套系统也得到教育部举办的智慧跨域创作专题竞赛第1名。其实路考要去驾训班排时数。那真的是蛮贵的，然后又要花一些时间，
那如果说有一个模拟的环境，先让那个要路考的人可以先体验一下，然后再上路去考，可能会比较，或是上路去模拟可能会比较安全。记者老师表示，未来希望通和驾训班合作，让要考驾照的人会当使用这套系统，并在 VAR 体检技术中心，也希望透过各种无同领域的整合，继续培养虚拟实境的专业人才。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最近阁出现几若件找无感染源的案例，互民众开始紧张，所以大家即马嘛有人烧钱要去买喙罨。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讲，政府目前逐工共款有订收喙罨800万个，而且买喙罨爱徛名这制度嘛一直实施到年底，一定要有，唔免着急。门口口当底搭喙罨已经卖了的广告，有真侪台南的民众反映讲，早几啊间药局拢也是买无几箍的喙罨，原本喙罨已经较好买啊，最近佫开始烧咧抢，因为台湾出现真侪件找无感染源的武汉肺炎病例，互民众拢真紧张来抢买买。我已经跑3家了，我已经从我们那边，因为我们是住在那个七股那边。对，然后我沿路这样，然后每一家都没有，然后他就说什么，他们那边已经很久都没有了。甲台南比起来，台北市大安区这间药局是大广告强调讲喙罨农务会唔免排队。台北市药师工会表示，最近真侪间药局无论是名字还是一箍的喙罨，卖数量拢有增加。以我们大安区我们这区来讲，目前大概也剩大概3-4家有在贩售实名制的口罩，那所以我们民众呢，大概都会通通涌入到我们这几家药局，所以也相对的就是说，每天像政府发了240人次的这个口罩，我们现在几乎每天都卖光。面对喙罨的需求提悬，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目前喙罨一日的生产量超是1350万个，其中政府逐工会订用800万个。若是喙罨实名制会一直实施到年底，民众若是干那家己要使用，绝对是无问题。假设真的有需要比现在的1天800万片更多，那这个其实在当时退场的时候，我们就都想到了万一有这个需求，我们也没有问题。目前看起来是还没有需要。若是国内喙罨大厂是讲，伫咧唔知影政府要延长订收进前，开始有接一寡自由市场的订单。毋过因为会员无讲尽量，也搁伫咧处理一寡赔偿的问题，嘛无法度搁接新的订单。记者综合报道。若找无感染源，最近嘛有几啊件外国人对台湾离开，登去因国家了后，全会随风验出病毒，所以大家嘛在回讲，安尼咱台湾敢真正有安全？有医生就表示讲，可能真正有几啊个病人藏伫社区内底，病症豆豆在传，因为即马热天天气较热，喙罨较挂袂调，所以就会有风险。一个32岁日本籍的男性工程师，6月15来台湾做工课，8月初一登去日本了后，互确诊感染到武汉肺炎。所落来，阁有一个为台湾去香港的民众，伫咧隔离的期间，互验到确诊。因为国内最近小连续出现外籍人士登去因国家了后，确诊的案例，嘛互外界烦恼讲，台湾的社区敢是有安全？第一线的开业医师跟第一线的医师在看门诊的时候验的越来越少，所以只有到强迫要验的时候呢，他们才会被诊断出来哦。那这个是反映国内目前可能有一些个案潜伏在社区里面。医师表示，目前国内可能有少数个案是带病毒伫咧社区内底慢慢传播。不过因为天气真热，国内要受防疫措施，所以目前确诊的病例未增加了真紧。也若面对全球疫情真严重的情形，阳明大学、交通大学、甲台北英总分析全球169个国家、75亿个人口，结果发现讲，武汉肺炎检测的数量愈侪，会当提悬确诊的几率，嘛会当降低死亡率。你检测数越多，那越有可能去发现一些没有症状的病人。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在分母扩大的情况之下，但有可能会让你的这个死亡率有下降的这样的趋势。伫咧台湾解禁个外月了后，嘛有医师指出，挂喙罨的民众无甲3成，提醒民众伫咧台湾要是有不明感染源小连续出现的时阵，挂喙罨也是有必要，民众一定爱谨慎。记者综合报道。造成秃头的原因百款，即马台大研究团队已经找出讲安那互干细胞活化关键，互头毛搁发出来。这项研究成果嘛刊伫国际期刊。天气寒的时阵，交感神经会高度活化，除了刺激树毛肌产生结膜皮，互毛徛起来，佮活化毛囊干细胞，加速毛发的成长。台大发育生物学佮再生医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发现，3因素欠一个袂当。
没有这个树毛的功能之后，毛囊干细胞就没有滋养，那它这个毛囊干细胞会进入一个深度的睡眠状态，它不会活化，那我们的毛就会长不出来。林颂然副主任指出，造成秃头的原因有几百种，即马确认因为毛囊干细胞无活化，造成秃头的种类，像双性秃或者是女性型秃发。研究团队更较重要的发现是，找到高感神经顶头的 ADRB2 受体，会当直接以药物来刺激这个受体，让毛发来生长。那你就不需要透过冷或是很感动或是很害怕来刺激这个毛囊干细胞。我们现在做的是用在动物实验上，看起来是可以用。林副主任表示，目前甲试验的药物抹入动物身上，发现7天了后就会当生毛，但是用入人体身上，佮要进行安全性佮有效性的评估。有个新的药物会当上市，爱佮开6年到10年的时间。毋过解开毛囊干细胞调控，佮有毛发再生的新密码。研究成果伫8月6号登上国际非常有名的期刊《细胞》。记者林丹昌为台北报道。台语文刊榜，咱来去高雄的中嘉病院，有一个复健科医生，伊名叫做李彦如，伊正接伫面册顶头分享台语。最近有一篇接用的复健台语，真受欢迎，因为对阿公阿嬷来讲，实在是有影真实用。骹盘翘起来，来出来。哦，所以哦，练到有够用的呢。伫病院巡房的时阵，甲患者检查讲话拢用台语，对李彦如医生来讲无困难。最近，伊个兼做老师伫网络甲大家身体部位的骨头台语安怎讲，想袂到真侪人到起赞分享。我就是去网络吼顶面啊去找一个正确的台文，啊，就是讲有一个台文内底有音标，会当互知影大家正确的安要安怎读这。就是这篇福建台语的图文，因为当人的姿势真特别，嘛真趣味。即阵已经有千外人来分享，有人讲要摕来教囡仔。另外一篇教人扭腰、有小等等的福建方法，图嘛拢是伊家己画的。李彦如爱伫面册分享福建的知识，其实10当前，伊打做医生的时阵，敢若会晓简单的台语。后尾上你后壁会听袂？我后壁后尾上就转过讲后壁，我后壁无物件，吼，啊，就做伙笑边仔阿嬷就讲无啦，伊是问你脚只边仔腰会酸袂啦，骹底疼，甲你讲骹后颠，迄就无共款的意思，吼，所以讲。学台语吼嘛是爱用心啦。到底是倒位酸痛，有时差一个音就差真济。尤其福健科的病人，60岁以上拢是长辈，所以讲治疗师多数拢会晓讲台语。介亲切啦，嘿啊，而且有一寡迄个，但是有一寡外来语吼，医生会用伊的方式来甲阮解说啦。如果讲句我。听无，较少咧讲，就是爱敢讲，嘿，你着讲唔对，让别人会甲你讲，甲你指导。即阵真侪少年的医生甲治疗师台语拢无好，李彦如分享伊学台语的撇步，就是敢讲，病人、同事拢是伊的老师。记者陈家军、赖伟做高雄报道。世界真心色，咱来去看，真接看爱看韩国连续剧的乡亲，拢会常常看到讲，因若是咧食饭的时，毋管是一家伙仔，也是亲戚朋友，拢是一个人举一支汤匙啊，就直接去舀共一鼎汤来啉来食。伫疫情的期间，这款食法其实有稍微风险，所以南韩的政府即马正在推出安全餐厅的政策，鼓励因学台湾，甲咱共款食饭用公筷。几啊兄弟夹共一盘的烘肉，或者是真一人啉一鼎汤，这种情形伫南韩常常看到，是当地饮食文化。不过部分例外的食饭方式，伫新冠病毒之下，恐惊真做防疫空胖。南韩最近就推行安全餐厅政策，防止病毒传播。First, we're looking to designate 100 restaurants. But in reality, we're expecting more. We're not trying to enforce restaurants to practice measures, but rather recognize the ones that have these measures in place and practice them well.
鼓励餐厅采取安全饮食措施，将大份的菜用共用汤匙分菜，尽量免洗餐过同时，汤匙箸爱加装卫生包装，甲服务人员挂喙安。政府会派人来检查，3项拢做到位，就用得到安全标章，互顾客知影这间店能安心食饭。政府也会无定时来调查，确保餐厅一直维持高标准。 We will continue our efforts to provide a safe service so our customers can relax when they visit our restaurant. 另外一项政策是针对海保，7月25日开始，南韩各大热门海保伫暗时7点到隔天透早6点禁止饮酒甲食物件。有名海巡台顶21个海保拢受管制，民众若是违规，会处25块美金，差不多新台币736块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 武汉肺炎的疫情，互真侪国家的旅游业者无胜利，就无透露有人规气去发展事业的第二春。日本有一个导游，伊失业了后，伫网络表演变魔术来赚钱，3个月尔已经演出100多场，而且伊的表演真受欢迎。伊是哪变哪小解日本的景点甲文化，你唔通就是讲伊是日本人哦，唔是，伊是印尼人。 手扫一个就走一个胖出来，或者是手一伸出来就加一个动身啊！囡仔看甲拢硬气，表演魔术的大会是全世界走透透。You know, I can perform for someone in Lebanon at 10 a.m. and 2 hours later, I suddenly have to visit some homes in Paraguay. 3 hours later, I'm going to visit some family in let's say in London. So you basically go global. 当然，唔是真正营造的，是用网络甲魔术带到全世界。 Although it's virtual, it's very interactive. It'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it feels as if you are watching it live. 43岁大卫是印尼人，本来是导游，魔术只是兴趣。伫日本已经待20多冬，3年前自 IT 产业转行到旅游业，带团时阵拢会表演魔术。做导游无偌久就拄到疫情。All the tours were cancelled. And basically overnight, no more. You don't see anything is gonna come back. 疫情互伊无头路，也唔知影什么时阵经济才会变好。尾也无法度，就伫咧线上表演魔术。伊大部分的观众拢是疫情严重的美国。I'm staying at home still, and I'm in a big house by myself, and it's a way to connect with people and not feel so alone. 虽然表演真受欢迎，不过即马竞争者也愈来愈多，所以甲日本的旅游文化等元素也加入表演内面。Tourism, my other interests, I can try to combine that just to make myself unique. 大卫正尽力伫咧行销日本，伊希望家己的演出，互更加侪人了解日本，也希望疫情愈来愈缓和，国际航线解禁的时阵，大家当来日本旅游，亲身体验伊的精彩魔术。记者综合报道。 疫情咧拖，大家唔敢出门，颠倒互全世界嘅空气品质变好，污染变少啊！即马国外阁有新嘅发现，发现讲今年3月份到5月份，这些国家拢封城，所以国家甲国家之间嘛拢无得交流。唔但空气有变好，噪音嘛变少啊，而且地表嘅震动嘛减一半。 伫跨年、旧历过年，4月拢是人。不过，伫咧新冠病毒疫情拖到全世界了，各国实施封锁、居家限制措施，人为的活动大幅度减少。普通时随时拢会让听到人为的噪音，甲活动所引发的地表地动也拢消失。伦敦帝国学院加比利时皇家天文台进行公布一份调查数据。 今年3月到5月，各国居家防疫期间，人类制造的噪音甲地动平均降50%，互科学家会当掌握地壳变动引发的微小地动，了解短暂带累积的压力甲释放。 We might not have anticipated to occur during normal times, so that quiet period might reveal some hidden signals. 科学家认为，人类制造的声音，互人无法度去注意这寡来自地球正有的现象，所以过去为了要提高感测的准确度，就要尽量把感测站设伫咧较偏远的所在。人为的地动甲噪音减少，会当互科学家更加清楚分辨是人或者是自然发出的声音。 And so for places in cities where you have fault zones close by, and there's numerous places in the world that are like that, close to fault zones or on fault zones, then this quieting is important. 美国科学这本期刊进行分析，显示自1月底到3、4月，
自中国开始到全世界各地陆续封城，互地球进入有记录以来上明显也上长的安静期。另外，对卫星也能看到这段期间，大气内面的成分包括二氧化硫加二氧化氮的浓度有明显的变化。科学家认为，虽然这款变化是为了防疫而引发，不过也代表对气候暖化的问题，只要每一个人亲像防疫同款，能付出一点仔努力，就能让地球的环境变做更加好。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高温稍热，台北市、新北市高温会降到36度以上。若过到了后，各地拢会有落西北雨的机会，提醒乡亲爱洗衣。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到3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众亲顺心，明仔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这阵天气还阁真热，不过对这块来讲，秋天已经特别开始啊。今仔日咱要讲的词就是立秋。立秋汉字写作立秋，罗马字写作罗一立。此有秋，立第8条，秋第1条。立秋大约伫新历的8月初7到初9迄卡斗，就是我上介意的秋天，特别开始的意思。立秋了后，若有落雨，天气就会变较凉、较爽快。有一个观众朋友咧问讲，是安怎生的我算啥物拢遮准？那是因为古早人有留落来真济为这块来有册农作物收成的经验，我就甲学起来啊。像讲立秋前一日，农夫不用日，就是咧讲立秋迄天，若好天就会有好收成，农事万项会顺利。若是立秋听到单位讲霜冬，也就是第2期的稻作。收成就会较歹，所以才会讲雷拍秋，冬半收。咱嘛会当看立秋是伫今年农历的几月份来预测海冬收成的情形。俗语讲6月秋快溜溜，7月秋秋后游，就是咧讲立秋若伫农历6月，讨海人就讨较无食，快溜溜就是希望作业的时间会较早结束。哎呦，怕紧啦，无要紧啦，好啦好啦。若立秋伫7月，天气会较稳定，海冬就会有好收成，会大收。秋后游就是希望收入会较好的意思。若要讲好食、好佚佗的，立秋是灵应到适的季节，嘛是金针花开的时阵。咱台湾看金针花上有名的所在，就是花莲台东遐满山坪的金黄色花蕊，真正有够水。立秋，
立秋前一日，农夫不用力。雷拍秋，冬半收。6月秋，快溜溜；7月秋，秋后游。入秋食冷饮，想花好心情。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